Ma'am. 可以介紹自己先啊，介紹自己。好 ma'am，好 ma'am。唔該 ma'am，我想介紹自己。我叫Eka Octavia，我而家20個歲，我想回教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女同一個仔，佢而家5歲同3歲，我老公做監天，我有一個兄弟姊妹，我爸大一號，我爸爸媽媽做監天。我以前做嘢喺Jakarta 5年，照顧小朋友，照顧老人家。我識整乾淨屋企，買餸、煮餸、洗衫、裝衫，照顧小朋友，照顧老人家。我唔識做魚，但係我識煮魚。我識煮中國餸，好似蒸魚、蒸水蛋、酒醉、煲粥、煲湯。我唔計較。我想做嘢喺香港，要揾到啲錢俾屋企人同我自己。我希望爹哋同先生請我做嘢喺香港，唔該晒，ma'am。好，好啊，姐姐，你驚唔驚狗啊？我唔計較，ma'am。貓得唔得啊？照顧貓係，我可以，唔計較，yeah ma'am。可係以。 ，ma'am。好，如果5隻貓咧，得好唔得，ma'am。啊？係，ma'am。好，得，ma'am。好啊，姐姐，點解你想嚟香港做嘢嘅？點解想嚟香港做嘢啊？係搵，ma'am。錢。揾到啲錢俾屋企人同我自己，ma'am。好啊，你想嚟香港做嘢幾多年啊6年，ma'am。 ？6年，好，好啊。係，ma'am。等我睇下先。之前你喺Jakarta照顧3歲同埋5歲係咪啊？小朋友，係，ma'am。係，ma'am。同埋照顧婆婆係咪啊？老人家。係，ma'am。係，ma'am。好，好啊，姐姐。咁清潔屋企都得係咪啊？煮飯、清潔屋企都 OK 係咪啊？係，ma'am。好，係，ma'am。好啊，唔該好晒姐姐，，ma'am。唔該晒，係，ma'am。唔該晒。